美国总统今仔日的就职典礼，总统甲副总统红某的穿插，嘛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尤其是副总统贺锦丽是穿胶仔色系列的衫裤，这是有意思的哦。这是代表蓝色的民主党甲红色的共和党两党政治融合，嘛来象征着女性的投票权。 美国总统就职大典，内行的看布底，外行就对人马。李云界当然将焦点放伫众夫人的服装造型。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穿的是美国规个女性设计师的品牌，那些洋装甲大衣，甲拜登的领带互相呼应。红某配色展现好感情，拜登就敢若大家一切同款，穿 Ralph Lauren 的黑色大衣，深蓝色的西装，浅蓝色的领带。媒体分析讲，拜登红某选择蓝色。 主要是因为蓝色代表信任，希望讲未来执政4年会使得到美国民众的信任。Kamala David Harris do solemnly swear。副总统贺锦丽穿胶仔色的大衣配珍珠破链，正拄好。两位前第一夫人嘛拢胶仔色的。米雪奥巴马穿胶红的套装关领碰西衫加裤装。 较早嘛是前第一夫人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瑞嘛是胶仔色的西装长裤甲围巾。 佮套一领胶仔红的大衣，美国前总统小布希的某罗拉嘛是胶仔色的系列。有分析认为讲，胶仔色是蓝色、红色混合而成，是民主、共和党两党合作的代表。胶仔色嘛是1913年成立、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全国妇女党的官方的代表性。 除了胶仔色系，贺锦丽挂这个珍珠破链嘛引起话题，因为有一个秘密社团，成员有46万人，全世界拢有。因约好啊，伫就职典礼这天做挂珍珠破链，庆祝贺锦丽是美国头一位女性的副总统，女权更加向前迈进的历史记录。